50岁的资深演员张瑞竹，2015年嫁给大陆珠宝商后就定居上海。不过她最近在脸书 PO 文，用难听字眼讽刺总统蔡英文，却引来网友炮轰，认为她失言了。尽管事后删文，仍被网友截图讨论。张瑞竹，哈喽，祝2019年心想事成！您还记得他吗？他是50岁的资深演员张瑞竹，4年前嫁给大陆珠宝商后，逐渐淡出荧光幕。不过，常在脸书关心政治时事的他，最近不小心失言，引发网友抨击。张瑞竹在脸书分享2则新闻连结，是关于蔡英文总统对两岸看法的评论与新闻。不过他却用难听字眼讽刺，说有女的长相抱歉，身材抱歉，但每天都在嚷着担心有人会侵犯他，却什么事都不做。此文一出，引发大批网友不满，认为为什么要人身攻击？面对网友质疑，张瑞竹表明立场说：“你主张锁国以自保。”我主张维持9·2共识，保持现状，但我不同意要用挑衅的方式去对待中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差异。事后也紧急删文，却依旧无法平息众怒。其实张瑞竹过去拍过不少戏剧，包括在《绝代双骄》里饰演花无缺的小姑姑，还有在港片《火烧岛》有大尺度的性感演出。张瑞竹，老天爷，不管我犯了什么错，这几分钟千万别让我瞎掉。如今因为失言风波，脸书被网友留言谩骂，也让这位许久没在荧光幕前亮相的资深演员再度成为话题人物。